地人烟从黄土黄人之人开点向3时2点领会来领会境外人间至今时6万年长世并差国办理末后收元三国能力不能人道非道红人而断完美人的
老母娘天，上帝是否存在天认为天是有情感能思想的存在者。孔子说过，罪于天无所早也，所作所为得为了上天，又为天理。那么祈祷再多也是没有用的。予所否者，天之厌之，做了违良心的事，上天就会唾弃我为天为大为，只有天最高。孔子思想中，天似乎也是能安排一切的主宰。孟子也说，将天降于斯人也，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集体空乏其身，乱其所为。所以人心增益，其所不能。道大道无情，生于天；大道无情，运行日月；大道无名，养万物。知其名曰道。心静有一位真神自从造天地以来。人能与是性是可知的，是眼不能见者所造之。九合以小得，叫人推诿。罗马书第1章20节，我们要向人真正有一位上帝的存在，虽然上帝的存在不需要也不可能用人的方法来证明，但是很多人都自主的相信宇宙必然有一位冥冥中的主宰。在我们生活经验中，我们尽了所有的努力，常会带着希望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当事情不太顺利时，我们也常安慰自己说天无绝人之路，若事情已经绝望了，们只好看齐天不从人愿，事情若起死回生时，我们会信地昭天有眼，有一位真神上帝看不见，表示就不存在。空中有许多承载着美妙的音乐影像，虽然看不见电波，只要能借着适合的收音机电视，我们不但能知道电波的存在，而且能与这些电波有正确的接触。上帝虽然是我们肉眼不能见，但借着他所创造的宇宙和为妙自然，我们就能知道有一位真上帝，万物的创始者，有一位真神太初有道与神同就是神，这道派出与神在万物是借着他造，凡被造的没有，是借着他造的。新约汉福音3圣经创世纪1.01分，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黑暗，神的灵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神看光是好的，光把暗分开了。General 1:5. 神称光为昼，暗为夜，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老母娘上帝，万物之真明上帝，无量至尊至圣三界方真老母娘，明明老母生天生地生为天地万物之真主宰，又称无生老母，又称明上帝当知我们所敬的真神，就是四书五经所说的上帝真神两个上帝两个字虽不同，意思却是一样。又如大雅所说的应为丧尸配上帝，朱子说上帝就是天的主宰。小雅上说形体而论，就叫做是天主。而论，又叫做是既是诸子和两个讲解和真神两个字的意思是一样，就可以明白我们所敬的真神就是古年间的圣人敬奉的上帝。基督教继邪归正论五六页老母娘经云：大道无情，生育天地，可知天地之源出自于道。有天有此道。道德经首五章第52天下又是为天下母，既得其母，亦知其子，不守其母，身不在皇母，十戒为道如我如。深刻智化老身份，十方母为养育圣凡益灵根。道生一生，二生三生万物。道创天地而与天地同在自性活，即是看不见抽象，但是它却每一位时方善之士的身上。所谓道化成肉在我们中间。主佛与自信佛对父神说，正如在我里面，我也在你里面，他们我们里面。约翰21道德经成章第25混成先天生及西辽足利而周行而不在为天地母，无不知其名，自知曰道，常为之名曰大。大曰是曰远曰反。故告大，天大，地大，狱中有四，而人居其一。人法地法，天法道自然。大万皆和华说，从日出到日落之名在外，地尊为大。在各处人共我的
烧香马香马书一书老子曰道大天大地大人义大德经曾章25黄母娘及是无极老母祖无生老母天上的父也万军耶和华神上帝真神阿拉真神主造物为皇上帝上帝老母娘子君灵光上帝而珍宝量慈怀传意志大化救人皇至上威灵圣心法贤良三界慈云十方朝母娘灵贵欢喜真为居天堂老母娘上帝万物之真名上帝无量至尊至圣三界万灵真载名言上帝圣号之意名代表纯阳光性本性，所以名为是现象界的名，内在的名超越现象界的名为天内在的名为人具性的本性良知上帝及宇宙的最高主宰，是诸天神是诸神之本，宇宙唯一至尊的神，不但是灵性之根源，也是创造宇宙生育天地运行日万物的造主宰，人而言无人本性良知必尧之大人之大小之大禹之大文王之道德公之大才老子之感应孔子之忠释迦之能敬耶稣之博爱穆圣之清观音之道世子之喜文书之大贤之大行弥陀之平直观正之刚正纯阳明目之经中等十方众圣三世诸佛奥义妙量智慧功德神通妙用全是由上帝的性体中流出来的上帝的性体空见法，我们所看到的一切所看不到的一切，全是上帝所变现的。我们时时刻刻与上帝同在的，上帝的灵光而无极，但为天造地而无内，无进入无间，是日月星辰景泉彩虹双雨露双雪一毛一草一宇宙万象全在上帝的中海中无量清荣名上帝是无量智慧之根本，无量情之本，无量功德之源头，是真空妙有虚灵不灭的至尊圣从其位为至尊至高无上的奉其德是圆融完美无缺的三界十三界是指色界无色界十方指东西南北东西北东南西南上下要上帝的性体空间法界无所不在。
三界28天万灵真在说明上帝的圣灵大而无极，但为天地小而内气入无间，万有之本源化的真主在，所以名上帝为一切生灵的大总持，在传统道场亦有尊称为无生老母，或以为代表，其意义如洪名上具有情上意象，为万物苍生命的大源头。三界十方万灵真在至圣无量言虚体本体尊位并共其德载主用在万灵永恒无言为其情大说其名上帝母同音同义，自母与子相近，母字的情义一点中是天下之大，代表体是阴阳，代表用和一为母，有体无用则治空，无用乃直相，集体用集体用和即是佛解二点代表无极，代表真如本心，三点中直拉直圈表示超乎太极之中，四点母字正始祖，表示先天之母，先天母乃外灵主宰，灵性之母，无形之如来自性，太极的形意中是天下之大本，代表体，两点是阴阳，代表用无生之路心为皇上帝中如来是不如是以为欲也，三点道教如离天尊等因楼比天生疗一而明代为天下不知其道，天下万物生于无字典列神天上帝
问他们神通云中雨降水海水海水巨雷神大地森大地能他们真主真主三真主郎是主一的主二一真主万事万让爱的二他不生不费生三没有任何疑二真到上帝在他头生命就是人的光是真光亮在生来是让人从是从气生的从地狱生的生的从人地生的是从上帝生的肉身在我们中间充满恩典约翰天之国女神神为之国之上的主宰天领天约翰一书第4章第13节神的灵，他的灵我们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约翰一书3:24分守神的命令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赐给我们的圣灵，神的灵住我们里面。约翰一书与约翰在文体上相似，因此来自一个作者，因书作者约翰神上帝描述的灵住我们里面。圣经创世纪提到上帝创造天地万物的情形，创造人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创世纪2:15要砍掉国家所建正常山柳之主人公真主人如等儒家大学之人先平等家道严古神玄妙之门等回教所言两木回之地等基督教言十字架之用火施洗等对于以上所谈之名没有人造的无法体悟的，所以得着根的成佛祖，摸不着根的瞎修行，就是断教的根。
个跟主没有经过师尊指点是无法找到的，可见求道的重要。经典印证亦无正法眼藏涅槃妙实相无相为妙法不立文教外别传二佛在灵山莫远灵山指在乳心头人有的灵山塔，好像灵山塔下正法密传世灵山会年花是众皆默然加设尊者作言为笑。世尊曰无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实相无相为妙法不立文教外别传主魔设世尊至多子塔前和加舍分所令分协离为之，遂告曰无以正法眼藏密布汝当护持灯会圆卷释迦牟尼诸僧伽离三之一为众具时，又称为大一有至25条制成作大法会，是见国家元首众臣所穿的法密传及能及会祖。三无度是袈裟，遮为令人简说金刚智因所著而生其慧能言假一切万法不离自性，遂言和其自性本性和其自性生灭和其自性举足和其自性动调和其能生万法组之物本性。慧能曰不是本心法无异，若是子本见自本即名丈夫天人师佛。 The lamp of the body is the eye. The lamp of the body is the eye. Therefore your eyes, your whole body will be full of light. 马太福音第6章22就是身上的灯，眼睛若了全身就光明。台中国际电会中华民国2001对照圣约全书。 The Holy Bible, New Testament, Chinese and English edition. 窄门马太福音第7章 Enter by the narrow gate, for wide is the gate, and broad is the way that leads to destruction, and there are many who go in by it. 你们要进窄门，因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台中国际电会中华民国2001对照圣约全书。 The Holy Bible, New Testament, Chinese and English edition. 窄门马太福音第7章Because narrow is the gate, and difficult is the way which leads to life, and there are few who find it.
应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到的人也少。台中国际机电会中华民国2001对照圣约全书 The Holy Bible, Chinese and English Bilingual Edition 0.8L 国家言不走正门进入四声六道，开声二牛马羊类乱声眼鸡飞情之烤鱼虾水毒之类化生以马以蚊虫之类泥丸天神在世侯开会人归真修道在离苦乐为有任母归根能超生了死生欲贤观脱苦海母自垂母教皇是这恩师一指点杀身同如山恩是海实心怀若不受师指点怎能脱苦又了生死不受考灾上祖下引尊全力师各当报大恩安排皇母十戒以七戒圣人提出肯的一点木的可兰经文难了素拜真师反饶二点耶稣圣经空是玄真义赞美诗高歌三点太上道君道贤惠严敬素拜公常早归点是家谋迷真空法非法如然自在个五点孔老夫神之化之其指定安吕见本人云白红莲花角原来是一家圣人发庆得了跳回老家本末是有终始所迁后敬道义叫不爱修但不疑只有信修本末倒实在可惜连老母娘的奥妙在使逆子问子曰所谓道乎在庄子曰所不在中波子曰其而后可庄子曰在蝼蚁曰何其下在提曰何其曰在瓦曰何其甚邪在始东波子不庄子曰之问也不及直正或之问是律也下狱况汝为莫无乌陶物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周天贤三者同时义也庄子之二老母娘的心生山坡母子里乃不得皇母训子十戒一当为分混汉妙明人我空还九六国元先同居愁忧烦恼自在安然兄弟妹生来母来去母离边身
边机任逍遥随意玩耍成青龙画彩亮尊前无惧数无阴阳带至理纯然无事任遨游天妙卷来或将弹之的剑桥雄相遇是登云斜仙衣老母娘的心声论无极为圣域至善宝而应通外类根自从那交气数以道为母命治理婚前换在气数并成代至丑满完全生为天寒土至金手降宁为地山川会天日月和照会阴阳万类玄生即是先妙开体之静态及动婚前苗的心生道即理道虚灵之妙道生一生二就三一万书四无入九其是神难地言即成地外物西北东土燕人少女男结为母或无奈之方舍六子凡监律的差员活而下来反一不肯治无奈何为母或造下三山醉了佛南设一个大千来起早趁机会先收回礼众佛自来不见又不见天可在哪边娘的心生为娘或非原子换众等速要在若是先交与二哪个肯治凡折树叶遮寒地冷饿吃冬果子可引众佛子回悲哀问母何时方还母言答三末打开轻烧书轻度佛缘降为善良降解乃会收恶上类以于探子须用真心体会老母娘的心声结识发过经片圣法考验坚守卷复龙华极乐国逍遥随意玩耍成青龙画彩亮尊在离乐之天国任逍遥游玩随意玩耍青龙彩色凤任意去来见亮尊与庄严无惧寒数无阴阳带至纯然理天暑冷热是恰是温度无数阴阳之对手纯然一环理理天托阴阳对待无阳寒数之分别对待自性质理纯然无碍无数无
管辖无事肉事熬油先天妙卷来或下棋或参前察前事和任意熬油观天美妙景致或下棋娱乐弹琴消遣理天之静卷之是凡一切活动皆随心之所至之所欲而为知的是先逃过穷易穿的是穿云鞋仙知的是先逃喝的是穷易穿的是先鞋先逃过寒知果亦称先逃陶石洲东海名山所上有大桃树三千里约寒母地内转西月西王母先逃四科与地折收其玉重之母曰桃三千年中下地种之不生乃止论无极为圣玉至善宝净空万类原理是至善宝是无极的境界之圣之将欲四地居至感而遂通万物之造化是万物之根源所在。自从那骄子会气到为母西佛治理婚前12会开天丑会生人卯会自会会生灭会地灭天会混沌美有万顶800年一元20万9百年七佛至三收元七是南方是爱天6年生育4800年万龄800年卯年东方会甲三春佛320年西方有常僧佛1080年万龄800年陈西北方空5284年东南方龙也516年万龄800年会东北方济天佛前800年是代理佛500年计300年会中收元登清阳齐盘莲慈会释迦文弘扬齐盘灵山会弥勒佛白扬齐盘龙华会万发在技术使成就在会满地完全子开天180年成就丑会地万龄800年完全智慧数智是元满元灵收会灭地会灭害会重回存心生为天盘不至心浊气名为地山川之气上升则为天满天不满者可叹星斗为气界所居之处众浊之气则为地为众浊之气所凝结而成了五海山川为相界之所居之
至阴会天地交日月和照会阴阳和万类生全子会开天会替地完成阴阳二气之分阴会之时天地阴阳之气相日月相交替阴阳而运万物挺类此即是天妙开辟之本无极静态及坤乾即是先天妙开天辟地之本源无极主属理天太极主动气天极主属相天道极理虚灵之妙生二三道即是理制道居至灵万物本源之运用道本虚灵能生一能生二三能生万物无极生态极两仪两三才者天地人万物因之而生化万物意图像生化万点天地成地万物其北东土里人缺少女男继承万物以备这就是像一称所以世界贪苦苦海此暗公等名称而足这是解废创立之上无人缺男女整个世界乏人管理统治那时结为母奈之父方舍六子凡间有余有定数会开天会辟地阴会有人降生时机以老母娘有无奈之才舍下黄母有六元开佛子其降临凡间受种历练次的开元陀而下来一次不肯治于是老母娘遣元佛子降临东土来又回去一次就是不肯留下来治理凡间东土奈何为我孝血三红醉了菩萨身在无可奈何之老母娘只好造下且教在三山坡红原本就是佛原开佛子设一个大天时期来趁机会先收回礼天老母还设一个大天时让大家一起趁机会将大家的天节都收回礼天众佛子醒来不见又不见天可在哪边众佛醒之后却见不到老母娘不见天邪为娘或非原子换众等三诺要在脸老母娘与众原自分离而心中感到悲痛而流泪，并且呼唤众佛子往东土而去，千万别在流离天之舒适自在，如
若是先交与二邓尔那个肯在是老母娘若把先交给原胎佛则又没有肯一个降间流下来至理世界，折树枝和树叶遮寒地冷饿了吃冬果子和全到了凡间，若天气寒又折切树和树叶来遮盖身体，遇寒地冷，若肚子饿了就取松子吃，口渴了就取清凉泉水喝，众佛子如表为悲哀，问至何时方还众佛子听了老母娘如此吩咐，皆如掉失了一悲伤地哀嚎叹息，纷问老母娘什么才能回家呢？母言答其莫打开轻烧心度佛缘，老母娘回答说等期末节大开普渡的时候，老母娘会烧书给大家，并且自心来度众缘胎佛，告一回家之路，将信书皇母世界以及天佛都是皇母烧书信佛子众生儿女由生一大放为母，且和同父语，听了老母娘的话，众缘胎佛心中有精悲伤地放声大哭，老母娘见众佛子因悲痛，于是写下了给众缘佛子作为将来回天之凭证，求道师的合同皆是凭证。自此我缘佛子东普而分至世界为男女人因从此皇母之缘胎佛自便土分时而点至理世界，或为男或为女传并人间烟火，母子分妻好不难过，自此众佛子间各分妻，老母娘内心好难过，众佛子以后却受尽无限的折磨与煎熬，白布风师名利煎熬的咸鱼。至今时算6万年，想是苦心难安，3一别到现在。只算来已有6万年了，自营会生缘以至今为之将近6万年时光，每想起众佛自在世间受苦受难，皇母内心难以安舒，一别天福6万多年，经时下运为母，降早开三摩半普渡收缘，现在时运已经到了，换回在世间受苦的原佛子，老母娘降下了大道，指引众生回天之
并差遣三佛办理末后的土地收圆，三佛燃灯释迦牟尼乐佛如何与老母娘同认理实修不依人修道认知真义出错是良经二行愿不能言亦不能人非道红人结论的善良造就完美圆满的光明照耀母的灵明虚儿的柔和明具母的慈悲儿的知足建立母的欢乐儿的无私回应母的无边而毅力不饶母的永垂不修与分身关系。资料来源网址5.
you.